要吃吗？要吃吗？要吃叫张嫂去洗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嫌脏，来，拿着，过来，来，到妈妈这儿来。哦，来了，张嫂去洗，好不好？叫张嫂去洗。哦，不哭，来，玩这个。他妈的，我肺都快要气炸了！真不知道他这告德要干什么？怎么了，长鹤？他不说增兵，倒是讲和。从金元到明清，北京城就是中国的国都，那是军机重地呀。大批的飞机在徐州，增援下有什么不好？倒说我乱言误国，还什么抗战不分前后，放屁！张嫂，来，先把孩子抱出去。长鹤，你小声点儿。你消消气，你一着急，我比你还急。每天在家里都为你担心，别生气了啊。愿意。告诉六哥，让他准备南迁吧。北平一旦失守，日本人就会直扑济南，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啊。你也准备准备。今天已经讨论到迁都的事了，是昆明还是重庆，还没有定下来，真是让人心寒呐。南京有长江之险，难道也守不住吗？日本人会从上海打过来的。愿意，明天你就打电报给六哥，告诉六哥。西南可以安家。六哥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该怎么办。兴家、兴业，掌柜的，就是他们。这是我们陈掌柜的，那是三元厂的赵掌柜的。陈掌柜，赵掌柜。你是兴家？哎，是。你是兴业？对。好。你们的事儿，文琪都跟我说了，就到我厂子干吧。我厂子虽然小，但总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厂子。陈掌柜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这2天我们兄弟商量了一下，准备去投奔八路。投奔八路？对，我们听说啊，八路打鬼子。好，有出息。国民政府整天说八路又是匪又是贼的，我就是不相信。能打鬼子的军队肯定差不了。好啊，投奔他们比在我的厂子干有出息。文琪，哎，到你叔那支20块大洋给他们。哎，陈掌柜，我们有钱。你们有钱是你们的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就当做你们路上用的盘缠。陶飞，文东啊，哎，来。哦，文东啊，你去汇丰花旗也行。把刚卖的钱都换成金子。啊？另外，从今天起，所有的工人都发双薪，要24小时不停的干。把仓库里最后那300匹布也拿出来印了卖掉。街上再抢购，各厂商都缺货，有要批布的也卖。然后你拿着钱去济南找六哥，我在这儿等着和德国人交接，随后去找你。陶飞啊，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，我只是觉得咱们这个厂的价钱太低了，太便宜德国人了。德国人给的价钱虽然低，但是总比扔了强。这2天六哥一天一个电报的催我，让我干脆直接把厂扔了。这么好的厂扔了实在太可惜。这德国人就是趁咱这国难来发咱这国难财。文东啊，随着张自忠和日本人的交涉，战事好像有了转机，金价也开始往下落了。我估摸着这小日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。你赶紧去吧，没准哪天啊一声炮响，哪怕是走了火，这金价还得往上涨。咱们虽然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美金，但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黄金。你把所有的钱都买成黄金，就这么定了。刘哥，
咱厂里的布啊都卖完了。陶飞来了一封电报，说他卖完厂子这就来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卖厂子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这都。不行，我得给老三打个电话，让他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。我要亲自去天津，把这2个兔崽给抓回来。这一会儿打一会儿停的，我都快疯了，我都。刘哥，你不能去。你要是去了，我们这些人就没了主心骨。还是我去。什么？他们俩出不来，你再往里陷。你去了没用，根本就不能把他们俩给弄回来。这2个守财奴，日本人就在眼皮底下，你说还卖什么厂子？你说，刘哥，自从卢沟桥开战到现在，已经好长时间了。虽说日本人还在闹腾，但是好像轻了点。刘哥，兴许一时半会儿没事儿啊。要是有事儿呢？啊？这些年开布染厂染的布啊，都去了东北。日本人最恨开布染厂了，他们在东北实行统一价格，可让开布弄的沈阳以西就是便宜3分。日本人一旦占领了天津，他们能不去找周涛飞吗？还有那个丁文东，虽说娶了个日本老婆，可他心里比谁都恨日本人。这2个人要是见了日本人，脸上能有笑脸吗？国民政府要是往天津增兵啊，咱这心里还踏实点。可你听戏匣里是怎么说的？要求国际调停，真气死我了！真是。家驹，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给我念报纸了，不听我气还小点。掌柜的，柱子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六哥，锁子树病重，周村治不了，我抬他上火车，可人家不让上，怕那病传染。咱娘这才打发我来，问你咋办？难道真要大祸临头了？难道这是锁子叔来给我送信儿了？家驹啊，你给东楚打个电话，让他开上汽车，带上彩琴，把锁子叔接过来。我在和四医院等着，让他开来以后直接来找我。快去！六弟，听说锁子叔不好。东军哥，坐。前天看门的老杜啊，就死在和四医院了。难道咱弟兄们就到此为止了？六弟呀，咱就等吧。苗哥他现在也很着急。他让我问问你，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咱好好合计合计。也好。锁子叔这次生病啊，我看是凶多吉少。去年夏婶子死了以后，锁子叔就一直下不了床。80多岁了。一想起锁子叔就要走啊，我这心里头就要碎了。我老想起当年锁子叔给我那半块饼。杜军哥，来，你坐这儿等着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六子，今天天冷啊，来吃饭的人啊也是少，哎，就剩下这点东西，你呀把它吃了吧，啊，来，吃这个筷子。我这有半块饼。你要是要着吃头呢，你就把它留着；要是要不着啊，你再把它吃了，啊！哎，虽说咱爷儿俩不沾亲不带故的，可我这心呐，就是惦记着。今儿晌午吃这个饼的时候，
吃了一半，我一下子想起你来，剩下的这半块啊，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。锁子叔，赶明儿我发了财，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。好，叔等着。哎，六子，记着，千万不能睡着了啊！锁子叔，放心，睡不着。六弟，刚才医生说，锁子叔恐怕是活不到天亮了。柱子兄弟，拉锁子叔灵柩那骡子车，后天才能到周村。明天早上，我让东初用汽车送你回家。今天一别，也不知道咱弟兄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。我不在周村，你就带我尽孝吧。兄弟，你六哥我风风雨雨20多年，脾气又急，如果有做得不到的地方，你就多担待吧。兄弟，回去之后不要想着干什么买卖，安葬完锁子叔之后，就好好在家过日子。你记着，过日子要省。咱的钱再多，要是没了进项，也有花完的时候。告诉孩子们，要好好念书。唉，我弄了点金子，已经交给金彪了。明天早上，他带着人一块护送你回家。回去以后，别放在一个地方，把它分开了买。钱虽不多，但却要省着花。来，兄弟，我敬你一杯酒。陈寿亭，谢了。六哥，董初啊，哎，有事儿啊？陈掌柜的，这不是兴家吗？是，他哎，六哥，屋里说吧，走。哎呀，老三，你搞得贼头贼脑、神三鬼四，这干什么呀？兴家怎么跟你在一起？哎，兴家的事一会儿再讲，你先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讲啊。飞虎，你出去把门关上。哎，来。六哥，兴家给你带来一笔买卖。买卖？兴家不是干八路了吗？八路也做买卖。六哥，有人让咱们染八爷灰。什么八爷九爷的？陈掌柜的，就是八路。哦，八路要染布啊。哎呀，现在国共都合作了，给八路染衣服又不犯法。你看你刚才进门搞得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六哥说是这么说，现在实际上还是不让和八路来往的。八爷灰一是不好染，再说染完了往外运也是个事儿啊。韩复榘的兵看得可紧了，根本就运不出去。啊，人家倒是说多给钱。钱不钱的我倒无所谓，不过我倒听说八路打鬼子，这倒挺对我心思。不过八路在陕西呀，能找到这儿来，
看来八路真的要打鬼子。哎，兴家，这八路真的能跟鬼子干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陈掌柜的，我们科长就在外面车上呢，有些事儿您问他吧。哦，车上还一个人呢，那你怎么不把他叫上来呢？兴家，去把他叫过来。哎，等等，六哥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染完了怎么往外运，弄不好真要掉脑袋的。哎呀，我说老三，你怎么就这么多事儿呢？兴家，去把他叫进来。吴天先生，周头飞那儿有新的情况了，他已经把那个开布染厂给卖了，过2天就办交接。您看，想跑不行。陈掌柜的，您的胆量和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知道的。由于华北被日本人占领，所有的染厂关的关，逃的逃，所以客气话就免了。都说八路打鬼子，你给我一个准信儿，这八路到底敢不敢打鬼子？我们红军改道北上，就是为了打鬼子。那不样来。要多少？先染1万匹。老三，我这里布不够，你回去让你哥借2000匹给我。等八路截住了日本鬼子，咱们再从上海进步。这没问题，只是工期太短，3天他就要货。八路兄弟，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，也打不了鬼子，那我就没白没黑的给你染，2天交货。你也只给我本钱就行了，抗日的钱我1分不赚。告诉我哪儿交货？车站公用仓库。陈掌柜的，太感谢你了。八路兄弟，使劲的打，把这帮日本人往死里打。文东啊，你回家以后带上所有的票据，咱们晚上码头上见。好。 3天以后，六哥和家驹也都到上海，咱们在那儿聚齐。到时候再和林老爷子商量商量，看看以后该怎么办。好。哎，那你呢？我再去厂里转一圈，这乍一离开，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先去吧啊！哎，你快点，我老地方等你，快点啊！陶飞，陶飞，陶飞，家驹，你也没问问人家车站这布往哪个方向运呢？六哥，咱按时交货就可以了，操那心干嘛呀？一会儿那个军代表就能来，他一看你把布染成这个样子，指不定多着急呢。六哥，六哥，你这玩笑开大了，这哪是八爷灰啊？我要是真给你染成八爷灰，你运得出去吗？陈掌柜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飞虎，把剪刀拿来。哎，八路兄弟，你坐。好，我今天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给你上一课。还染厂的二掌柜的。
哎呀，六哥，你可真神了！哼，老三，什么叫化学染？咱玩的就是温度。要是你说那样直接染成八爷灰啊，警察早来了。兄弟，你把布运回去以后啊，架上大锅煮，煮完了以后放在冷水里一泡，就是你要的那种八爷灰。记住了啊，煮20批换1次水。你六哥染这布啊，不仅不掉色儿，还防子弹呢。我在上面念了咒，小日本的子弹呢，打不着咱。陈掌柜的，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组织上汇报过了。首长说你能深明大义，十分难得。再说了，给我们染布是要担风险的，只收成本价不合适的，所以首长指示我们给你们每批布里多加5毛钱，这是5000块钱的银票。八路兄弟，我就料定你会给我加利钱，所以我就多染了1000批。打仗免不了要爬墙上房，衣服烂得快，这1000批啊是留着给你们打补丁的，也算是六哥的一点心意。陈掌柜的，太谢谢你了。你又客气了。文东，六哥，陶飞在厂里被日本人打死了。六哥，六哥，你怎么了？陈掌柜的，陈掌柜的，六哥，你可别吓唬我！六哥，你说话呀！六哥，陈掌柜的，六哥，八路兄弟，我这钱全部都捐给你们，买成枪子炮弹，打死小日本那帮王八蛋，给我兄弟报仇啊！寿亭这次要是来了，我就把他扣住，不让他回去了。让他天天陪着我们一起说话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寿亭一会儿一个笑话，一会儿一个笑话，笑得都肚子疼。哎呀，这几天呐，我想来想去，中国也不是我们商人待的地方。欧洲呢也是乱哄哄的，那个希特拉闹得紧，麻烦也不少。我和阿荣商量过了，要不然我们就约上寿亭，一起移居美国。你和阿荣家居可以，我和寿亭一句英语都不会讲，去了做什么呀？爸爸，周涛飞被日本鬼子杀了。寿亭急得吐了血，住到医院里去了。上海他不能来了。我要是蒋介石，早就自己吊死了。周涛飞才30多岁呀，那真是商界少有的奇才，就这么死了，这是为什么？蓉儿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这儿，我要好好的活着。我要在这儿看着日本鬼子到底还能怎么样？我要看一看蒋委员长如何向国人交代呀！柳姨，哎，回来啦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明天一早去济南。是吗？是去督战吗？有这个意思，但主要是把山东的黄金运回来，并让我当天返回。又要撤啊？倒是不撤，先把黄金运回来，以防万一吧。那为什么让你去啊？
为了让韩副觉得重视他，济南的防御体系是我协助制定的。韩复榘弃守黄河以北，从军事上讲是对的，因为黄河以北全部是平原，他的炮现在全部架在黄河的2道坝和1道坝之间。济南的南面是山，有轻兵驻守就可以了。济南的东面有2个制高点，一个叫茂岭山，一个叫燕赤山，这是济南的2扇大门，全部有重兵把守。在制高点的前面还有纵深20公里的地雷带，只要韩复榘想守，这日本人就休想前进一步。现在就看他韩某人的了。那你觉得韩复榘能守得住吗？韩复榘这个人心机很重，中原大战他弃锋投降，但这次涉及到民族危亡，我想他应该不会有太离谱的事情。哎，你去济南啊，一定要把福庆接来。六哥就那么一根独苗，他有工厂走不了，可这孩子千万不能留在济南，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元一，这些我都想到了。这次去，我不管六哥同意不同意，我一定把福庆接到重庆来。那好，我去给六哥准备礼物去。好。六哥，六哥，兄弟，当初林老爷子用自文海扔下的钱，在法租界买了2座小楼，本来打算让我们俩过去住。那小院里有一个带棋盘的石桌子，林老爷子还等着用熊和炮和我杀几盘呢。可陶飞死后，我的魂儿都散了。陶飞兄弟，你把你六哥给疼死了。六哥，六哥。少廷啊，你把大家叫来是要商量事儿的，别哭啊。等光剩咱俩的时候，你再哭。听话，六哥，听话。家驹，那2座小楼，陶飞的老母希儿和文东住了1座，你就别在这儿陪着你六哥了。日本鬼子顺着胶济铁路快打到济南了，与其在这等死，你还不如逃生去吧。这2天呢，你就带着一家老小，赶快去上海。反正福庆也让远一给接到重庆，我这有你六嫂在这陪着就行了。家驹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，时候也够了。林老爷子在上海给咱存了一大笔钱，你六哥要是不在了，你就用这笔钱呐，给陶飞的老母养老送终，看着陶飞的儿子长大成人。陈守廷在这里谢了。六哥，六哥，你躺着吧，六哥。家驹，我要跟老吴说句话。
吴啊，咱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。你回去以后，让弟兄们都散了吧，每人发点钱，让他们自谋生路去。掌柜的，每人给多少？你和东家商量着办吧。记着，从青岛来的多发点，剩余的你就看着办吧。你出去把金彪给我叫来。哎。掌柜的，我在这儿呢。掌柜的，兄弟，坐下说话。你六哥没劲儿拉你。金彪，日本人占了东北，咱弟兄们才碰上，这碰上就是个缘呐。金彪，你得帮六哥办件大事儿。掌柜的，你说吧，要命，你这就拿去。韩复榘整天在戏匣子里说：“誓与济南共存亡。”这是咱唯一的盼头。咱盼着他挡住日本鬼子。咱不想当亡国奴啊，可咱也得做好准备啊。老吴让厂子里大部分的工人都回家了，他留了10几个工人。你是电工，比我内行，你听着，你把2路火线接进电机，所有的机器都接上。我让东家从普利门化工行买了100大桶汽油，明天早上就送到。你把那汽油放到厂子里重要的地方，好机器跟前多放，孬机器跟前少放，新车间多放，旧车间少放。然后你把那线甩出去，通到咱们厂院后面那个小屋里。日本人要是占了咱红炬染厂，你就核炸。我要让红炬染厂啊一片火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在这儿了，你就到那小屋里待着，寸步都不要离开。我让文琪给你送饭。韩复榘要是挡住日本人，这厂子咱就接着干。他要是挡不住日本人，咱这厂子千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。兄弟，听清楚了吗？放心吧，掌柜的。六哥是个急活，等他火气消了，病也就好了。昨天我见了他，基本上是没事了，就是不讲笑话。嗨，这日本人杀了周涛飞，他一个是心疼，再就是他治不了日本鬼子，想不出报仇的办法。你说啊，这韩复榘说的挺热闹，他能不能真和日本人干？韩复榘自称山东的土皇上，又是自己审案子，还号称韩青天，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地盘，也得跟日本人干一仗吧？哎，对了，大哥，下个月初7是六哥的生日。家驹说，如果下个月初7日本人打不进济南府的话，就给六哥过生日，一块热闹热闹。好，今天是29，还有8天。你这病好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远一是一天一封的电报来，要不然让家驹给他回个电报。你傻呀，家驹能不给他回吗？只是说的不是真事儿罢了。我从昨天能下得了床，我估摸着这电报啊早打到重庆了。
这要是这小日本老不走，咱福庆再在重庆待几年，不得一口四川话呀？四川话也是中国话，也比那些满洲学生说日本话强。哎，老吴啊，掌柜的，韩复榘收抗日捐要1000多块呢。给他1万，只要他把日本人顶住了，多杀日本鬼子给陶飞报仇。1万不行啊，就2万，就这么着吧。哎，寿婷啊，中午想吃点什么？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。过完了生日，我这个厂子也就没有了。我真舍不得呀！这个车间就像我的胳膊，像我的腿。真要离开它，我心疼啊！我今天在这儿过这个生日，就算跟他告别了。我心里难受，也就没让苗哥和文东他们来。彩琴要来，我也没让。今天就咱这几个干染厂的老伙计，在一起说说心里话。六哥，你怎么总是说泄气的话呢？韩复榘不是说了吗？要与济南共存亡。我看日本人也许打不进济南。是啊，六哥，听说韩主席在济南城外布下了重兵，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。日本人未必真敢渡过黄河。要是韩复榘真能抵住日本人，咱就在千佛山上给他立个碑。好，寿婷啊，为韩主席能守住济南，干杯！为韩复榘能守住济南，来，干了！来，愿上天保佑韩主席。为了韩主席，为了韩主席，为了韩主席，为了韩主席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大事不好了！韩复榘那个贼高子扔下济南，他跑了。你胡说！掌柜的，我不敢胡说。现在济南满大街都是逃难的，济南府的都往台安那边跑了。我看咱还是跑吧。知道了。你下去吧。东军哥，家驹，这是天意呀！天意如此啊！济南即将沦陷，可咱弟兄们却正好在一起，这是缘分。来，咱干了这一碗。这是什么样的军队？这是什么样的国家？六哥，六哥，六哥，六哥。六弟，
家驹，快去告诉金彪，让他把闸合上，把这厂子和这机器全烧了。不能啊，六哥，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。是啊，六哥。家驹，快！我不能把这厂子留给日本人，就是一个螺丝，一片布也不能留下。快烧！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，中国民族工业那一线的瘫痪，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黑暗统治的摧残下，彻底的凋谢了。但是，中国人民不甘屈辱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前仆后继，取得了8年抗战的伟大胜利，推翻了压在身上的3座大山。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，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。中国的民族工业才迎来了真正发展壮大的春天。